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著名评弹名家薛慧君和陈锡安的弹词作品《珍珠塔之戏弄芳清》高清修复完整版。陈锡安，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评弹代表性传承人，上海评弹团主要创建人之一。1928年出生于江苏常熟，1941年拜沈简安为师，学习珍珠塔。1年后即与师搭档演出。陈锡安说表清晰，口齿伶俐，擅长弹唱，代表性唱段有《珍珠塔》、《剑娘》、《72个他》等等。欢迎订阅、评论、转发。好，请看正片。快许出来吧！地上的菜饼是三个来豆腐娘多个字，真叫新鲜无趣之么能够想不出。来太太的神啊，白云安，楼家落里半，哪怕那声音海过，喉咙海干，叫海杀一头热。各位，可是老太太不得理什么？是啊，那么方清真心结实。我拿七正娘背了给他，一分高不离多。一想一下，一想一下，他是我娘真正的让此地，内有生气，别讲才晓得，而是娘为的不明白，娘为的不出来的。哎呀，娘小家伶仃，从来分出个门。阿为糊涂的想养性格他个，性倒是不让花气呀。为是后来仇人想养老，非水七岁万事。
我神。嘿嘿，我现在让世哥扶了世高浪向一步，我不好，我为此也想子公民能够爬上去，将来体足神有。为一步要挂个奴才出个来物，各封信封为做起。唐师娘真正扶了世高浪向，我为何做过了？我为何把党做清了？世高确定娘扶了世高浪滚非走着，党不罢，亲不走，高知部不要，奉劝大小子。为此娘真有非要高知部，不像上海谁枪八字浪向登出来，许之先头。为此一套高知路，自家他娘去做媒人，关照娘去领行高人，这个一比是不能比的啦。我在也做什么官，无什么婚，喜什么宗，跟喜什么恩，大个是寡妇归隐去三年亲。想到要新娘，该个光见姑娘出去心开心，都知那位啪，鱼龙几杯水里一碰。他把那几杯鱼龙拿在手，匆匆做一来笔记，自己兄弟。要去了，说他公要难得上上火气呀，翠屏记。我送进天下新娘去，种种非礼一片心相为，奉拜下子反归门。我不觉被死一路上，待一主之来临。是他彩屏啊！我来不以为对来让人，请来打个信，希望你来了做你的有些啊。我随了个杯来讲得响的，用不着打信这个呀，我才顶得出来呀，那啦。哎，彩屏啊，只说我不见娘亲的大慈，不守母子共登门，反亲子海北调水匆匆追。杀起瓦旁边比菜兵，方清鱼龙几杯碰到手里，出去了。蔡面孔哎呀不灵在，今朝屡屡不想想，弄出事体来做啊！狗爷个人不能追个呀，那么哪能法人？说他三姐啊，狗爷要追追，你也要告知吧？你看哈，还是驴还是不驴家啊？却让个三姐要蛮定心蛮笃定。是他随便来，哈！我太平他一起的来。哎呀，我不接杀，但是你都定杀。那么来着讲，狗要中国不中国，等我是不搭嘎的呀。你说啥子？中国儿子方太太给，中国女婿来要给，中国小姑娘的三子要给，中国东家王本给。我不过一个身高屋里。你三家搞过去，那么我跟过来，这你服侍不是多。哦，不记得狗票都做过了。我身高屋里对浪吃过的，三家子门里都有点行话，一面叫通灵不误，一面叫屋里正当。不个样。那么还不记得狗要被叫组织大事了。那么我小屋里过去呢，要给一个包袋，还两样给，口进动人家屋里嘛，还要举下去，看见了亲后盖。实际动人都搞大屋里上的，小人三个小屋里，即使动人都搞大屋里的，哪可能亲屋长，还不个样。不过总而言之，狗呀这个人不能不理嘴，一嘴要出事体的。
他努力一走，可是来他靠来要三叫王本，才要恨我怨我。那么阿有个把人进我心的人，大有一个啥人是有里像夫人，我这里狗头的穷居嘛，阿这里进我心在。那么现在背手来多少人负责任嘛，反起屋里乱子再生，所以眼睛对着老师，那让走出来。那那让走出来，方才方清突突突突突出气辰光是热热个种绝对是手，恨不得半当上场里跳出来杀他一步，于是得了一道气。为啥？来不来？老太太唔被我好讲。现在你一来，让你走，老太说起来准备的。你嫌我儿子是个大事先生沟里动身，我欢喜惯，非要说你做大事做和尚吧，我欢喜来吧。我年纪对不对？将来死下来啥人当部队送终，要么你来吧。说得出来好个嘞，姚校长的祖宗为要侬出国帮手啥个名堂呢？叫啥现在听见？平身，为啥平身？小军队出去啊，3个支队我来地牢带我走来个，也没法出去，所以老等方清改个辰光一本正经啊，出去了。崔姑娘再打定心跟徐丽玲啊，各位听雷锋，各位听雷锋。为州来不高兴，喊我礼物买好的，牛的来定好了，再走来。蔡秉基呀，各位，我家娘亲不在此间，你回来领我责任啊！哎，各位，你到哪里去呀？啥话讲？我要去寻方娘亲。你到哪里去寻找老太太？啥上话是蛮无目的，但是我可以晓得，我为子娘可以赴汤蹈火，非死不死。我讲点小心不来听听。蔡秉基，说问我到后去找寻母亲。蔡秉基，你请听了。我要到河南乡村玩来了，千里之间心心，河南乡村好，这条路上个要1000里得来，红路到襄阳，襄阳到红路，这个路上行来套套。那么啥个？我们努力说出来的账话，一条杀头里口里那哈。各位，像红内到乡村，乡村到红内，这条路上没有老太太怎样？这条路上不往东里去，蔡秉基。南北中王几万里，我要响应艺术四方行。南北中王，王都比人在，像南北中一为老太太的下落。问不了，范围性得多点，到五四海，五四海有木有？四海风中飞。到哪里找人啊？到范国九州，范国九州到有木有？范国九州到风迎。我终是不如娘不见。那是多少伙计？现在蔡秉基呀，我也要到凌霄宝地去分天分。我说叫还弄到天上去走，像凌霄宝里的一为老太太的下落。问不了，33天风中飞。到哪里去找人啊？那是去个路人不来着，看上去只好到来个路上去走。只好到阴曹地府去分你。
气爽，搿来是叫活得不难为哉。对你妈妈呢，做新人是高改，新西路的做行真改。你想想，更要称得大小子，搿个小子晓得来自家娘个幸福着，还是为啥活了？是要去死伊。那么那上个龙江呢，我来拨个一点点引头拨你。哎，故日启禀启那。所想，恨我杀手水天神，慢慢一水最后去，年岁急匆匆已不地心口是啊。哎呀，听你讲的搿两句是看上去娘发了世界浪上，三只乾坤又说想你看看，哈，世界蛮小的呀，已经朝碰上你只，明朝碰上你只，世界蛮小的。但是你要寻个人啊，三过了横河边浪向设立沙，搿粒沙设置起来拔大去，重新要设起原来个粒沙来，倒蛮烦难个。可是看上去我娘发了世界浪上，脸孔转色，怎样啊？哎呀！对你妈妈来反觉得个呀，来放心一下子呀，故日啦。你要来一内心，心一寒山凉，后边光飞神。咦，搿个闲话是啥闲话？啥不得？方才想说娘发了世界浪，现在听你讲是，你2、3亿等下来着，是2、3个时辰等不下来，引入2、3个时辰等下来嘛，我这个是来听个，到底哪样？我家母亲到底在此不在此间呀？哎，故意，你不要问老太太在此不在此，只要你故日嘛。将送的回大人间，一桩桩一人人，3年内为手中人，应是将自己给做大家一感受女动兵。请上人，关照我的3年时间，一桩桩一人人，告诉我的小家。告诉了你小小几笔怎样啊？告诉了我叫小鸡之嘛。说定的，为你一个贴封神，要么那个刁的